中的经对内心世界，因内心世界，所以当咱内在去经营着内在的内心世界，来互咱产生着会当牺牲付出，佮加上会当自重自爱，通自强，通自尊。啊，那安尼上帝就来咱求富贵，会当有富贵咧？而且这富贵内底拢搁有金。啊，若有金的富贵，那安尼的话，就毋是表面看来，感觉讲哇，敢若花共款，敢若喷中花，啊，敢若喷中树共款哦。看起真水哦，真贵气哦，啊，拢无金哦。哦，啊，若有金，敢好用？有金就好用安尼吼，对。啊，迄个好用叫做啥？叫做硬骨头，叫做互人有一个安全感啦，会当依赖啦，会当可靠啦。毋是像个人感觉讲我们可以依赖而已啊，连咱的点分书嘛，感觉讲我们可以依赖，连我们的后学嘛，感觉我们可靠，连咱的老师嘛，感觉讲你是一个可以依赖的徒儿，安尼讲对？啊，若安尼的话，不管到咱的一般兄弟姊妹，到咱的同学，大家拢感觉讲，我们可以依赖，我们可靠。啊，若安尼依赖可靠，的过来对富贵的金来啊。安尼呢？啊，若安尼相对的，咱伫道场是一个成功的前辈者，你出的是一个成功的妈妈，成功的爸爸。啊嘛是一个成功的囝，对不对？啊嘛是成功的哥哥，成功的弟弟，成功的姐姐，成功的妹妹，对无？啊，你社会嘛是一个成功的老板，啊，袂是成功的主管，啊，袂是成功的员工，安尼对他无成功。修道落来是全面全面到位，全部成就。安尼敢会投资？所有拢成功呢，爱投资无？系啦哈。所以道场绝对一定爱这，爱投资，爱去感受，爱去投入。这物件拢咧涵养咱内在体，你互咱的筋骨有肥了，咱的筋骨有肥了，咱的个愈甜，咱所得到的迄个甜，会感觉讲，愈来愈甜哦，愈来收愈快哦，路愈济哦，啊，愈来愈欢喜哦，啊，迄个甜叫做点滴在心头，迄可能会感受的咧，安尼呢？安尼叫做就是金内底已经养分的含养，已经入去到迄个果的实。安尼，啊，这内底对金投入，大家用心用心做，配合着咱点文书，咱领人，咱组长，大家前辈者，共同要经营的，毋是要经营我经营甲好的应用，是要为咱内在去来改变。安尼哦，啊，所以讲，主公有一天伊当毋讲有主人，伊认为用主公的境界咧咧交孔武主的境界咧对应，主公咧认为讲我即个看法已经差不多有一个水准啦，伊当甲主公问嘛，主公甲问讲有主公，平理无票，无理无骄，何如啦？讲善的人伊有忝，啊有忝的意思就是讲袂讲活泼摊啊，袂讲巴结啊，即种人水准算有够啦。啊，富裕无骄，好嘢人毋过伊袂骄傲啊。即种人感觉安怎？讲有主你感觉安怎？即种人以我的看法，感觉袂歹啊。啊，有主你的看法是安怎？这个水准的问题，安尼安尼做一个比喻。
名义无忝，善良人、无钱人，袂去共巴结，袂去共婆婆太太。毋过呢，毋过无代表伊内心就无反应，无代表伊内心就会平平啊。安尼嘛吼，只是讲我较有福气啊，无甲你讨他，无代表伊内心有受益哦。是安尼哦，一个好嘢的人，伊袂骄，就是袂碰墙嘛。毋过无代表伊会牺牲付出咯。咱感觉看到足好嘢的人吼，啊穿甲足低调的，感觉有无？穿到互你感觉讲伊拢无穿好嘢，咱有看过迄种人？有啊吼，啊迄种人敢有出好故事？啊，毋是，所以毋是伊穿低调，伊种种安怎？毋过呢，伊的低调是因为伊惊别人知影伊有钱，所以惊人去甲借钱，所以伫遐当中啊结甲足低调。敢是安尼？啊，钱是阮兜，我早就通知，敢是对嘛吼？所以有骄无代表着伊会牺牲付出啦。啊，所以即个还佫无收的啦。即种还佫有目的的啦，即外在的物件还佫有贪念的啦，还佫有亲愤不平的心的啦，还佫有执着着利益的啦，佫有执着着感受的啦，佫有执着着感觉的啦，即还佫无咧收的啦。佛祖的看法是安尼哦，所以佛祖伊是咧讲要进入到有修的境界，就爱安尼哦。伊讲啊，可以啦。勉强考验，就是讲勉强，吼，勉强有及格60分。毋过还佫有是上界圆满，要上界圆满爱安怎？爱悲dục平易乐，有义好礼者。就是讲，伊的境界，若佫会当提升到平易乐。虽然你善的人善，毋过你善虽然善，毋过安怎？毋过你袂困，困是爱困的困啊，困着啊，你袂用迄个善把你的心困掉的。虽然你善，啊，毋过安怎？咱食较歹咧，穿较歹咧。吼，啊用较歹咧，吼，啊袂要紧，啊大家若会当过了吼，平安顺遂健康，啊安尼就好，吼，啊咱感觉咱逐个认真做，安尼就对了。伊无互伊的善来困掉，毋过一般病内底拢会病加上困，叫做病困。病会甲你的心困掉，会甲你的欲念困掉的，会甲你的情绪困掉的哦。所以，甲你困掉的当中，病内底它会产生足侪不满、足侪嫉妒、足侪看袂开的哦，会犯天忧情。所以，甲咱讲病，伊要去你到迄个乐，就袂使去困掉，袂使去困掉。啊，病要进入到乐，无简单诶，无简单诶。爱透过啥？爱透过真理的力量，咱爱想会开啦，爱想会开啦。一个人富贵有因果，富贵有因果，上天老师的法律绝对袂当改变因果，安尼哦。所以咱听之前拢有听过一个故事，讲官莫随缘法历代，指令父母不服官啊。原先帝君虽然伊法历代，毋过伊会当服魔，服啥？做啥物魔？服你的心魔啦。
不互换。你若过去欠人的迄伊互我总甲你改，我总替你解决咯，同款意思哦。哦，所以今仔日每一个人富贵贫贱当中拢有因果，就敢若讲迄个因果内底是各心性，袂当去干预的，袂当去干预的。一滴目汁，这滴目汁是乌的。对顶面滴落来，滴落来到水的下底，含法含物法都袂使解决，因为对顶面滴落来叫做自然的现象。佛法不变哦，伊袂当改变自然的现象，因为自然的现象叫做频率。安尼哦，咱做啥物因爱做受啥物果，这个叫频率爱接受，这个频率爱接受哦。毋过上天会当互咱安怎？虽然会当甲咱改变，毋过会当甲咱改变。咱迄个目水滴落来的时阵，迄个水呢，互咱水会当较济咧，互水会当较流通咧。讲水互咱较济，水互咱较流通，迄个目汁虽然滴落来，较济水较济含较流通，若安尼，迄个目汁滴落来，慢慢啊会稀释伊咧。较袂遐乌嘞，会嘛吼？迄个水叫做法雨嘛，哎呀，所以上天老师，伊会当互咱有智慧，伊袂当甲咱改变。互咱有智慧当中，互咱理性内底，互咱识透着讲，虽然困，虽然强。虽然贫，毋过理性内底，咱要安怎苦中作乐，盈利来扭转乾坤。扭转乾坤，就是要将咱内在认定的标准，迄个苦的物件，要甲伊变成乐，爱好较有诶资本的啦，安尼哦。所以咱透过名理、自言、语言，扭转着咱内在过去的思想、观念和情欲，安尼哦。咱这个片片慢慢啊改变，习气慢慢啊改变，观念慢慢啊改变，兴趣慢慢啊改变，嗜好慢慢啊改变，一切当中慢慢啊要来改变，互咱更加合理。迄个透过迄个合理，互咱内在的我，袂讲我活水里底，活水里的内心世界。所以歹的物件、贫困的物件入来到你内在。内心世界是个我，若安尼的话，入来这物件，你的内心能量好，智慧有够，转会过来咧，转成成乐自然产生。乐自然产生哦，若安尼贫困，则咱讲贫，就对咱来讲有影响无？本来起起啊贵啦，贵了欢喜无？足欢喜的，我讲是安尼。对啊，若安尼话，当然互咱有富贵的时阵呢，有富的时阵呢，咱咧艰苦的时阵，咱用安尼内在有正好的观念、正好的思维、正好的心态，当互咱好的时阵、富的时阵，相对的哦，心念是正转还倒转的哦。你平常时啊，咱的心念是正转。当互咱拄着富的时阵，心念嘛是正的。安尼哦，平常时啊，咱的心量是倒转的，无好的想法、无好的思维和无好的观念，当富互咱教的时阵，心念会因为有道理的心念全转正转。因为心念的思维是随着惯性在走的，安尼哦。所以当咱若心念伫平常时啊病的时阵，拢倒转不满，用念足济，看法足济，烦恼足济，思维足济，安尼做安怎做安怎做啊？迄个物件足济的时阵，当互咱负教的时阵，相对的哦，你的心念嘛是倒转。当一个人若好惹出来，心念倒转嘛，
观念唔对，思维唔对，好嘢以后要安怎？会变成啥？做做咧，啊，啊加重用诶，加做做诶，敢是会安尼袂？啊，讲话会较对鼻孔出来袂？本来讲话对厝只，啊，今仔讲话对鼻孔，会安尼袂？头会较痒袂？会嘛吼？所以好嘢，你就是资源，有资源了后，可会啥？可会吼咧，咧就是客气。你就是客气哦。就是讲今仔日虽然我有资源，咱底下有钱啊，吼，毋过我嘛都袂真拍开。我这钱是要用对，要用的上界有利益的遐之外是，因为利之用，以啥物为贵？以和为贵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利的目的为着要和的呢。要好的意思就是讲，毋是教我好尔，大家拢爱好无？我爱好大，敢爱好？啊，毋过我爱学学，敢爱好？安尼嘛吼？对呢，毋是讲我爱好大好尔，我爱学学，大家拢爱好。咱咧装修，大家拢爱好；兄弟姊妹，大家拢爱好。迄个人好叫做和，对无？啊，好嘢落来当中，我有资源落来，为着要互大家拢好，安尼敢有收？安尼附金哦，有嘛吼？虽然你边内底嘛有金，啊若安尼话，咱的心自然而然袂因为边的关系而变质。内在有变质无？内在无变质，哦。安尼叫做往下扎根呢，安尼根就是咧灵魂呢。咱的关系敢会因为讲我善的时阵变歹去，啊好嘢的时阵继续好，好嘢嘛安尼，善嘛安尼，咱的关系拢做圆满，啊做和谐，做温暖，哎，安尼嘛吼，所以金就是圆，圆就是金，国之金就是家，家之金是人，人之金是心。心是金就是灵，啊，金就是源头嘛，啊源就是咱内在金，所以对咱内在金去甲改变，对土地对心地就是一股的财，啊，心地就是一股的财，啊财就是咱的金，啊所以国家的金，国的金就是咱的家庭，所以咱家庭甲顾好。啊，家庭啊顾好，啊，这个家庭顾好，迄就是一个磁场。咱的家庭顾好，安尼这个家庭内底，咱的事情就想要倒来。啊，是大有地的事情就想要倒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咱倒来到这个磁场内底有温暖、有家的感觉，哦，安尼嘛吼，安尼代表了这个家有金啊，袂安尼差价人袂，安尼表示家有金啊。哦，啊，家的金是咱人的心灵啊。哦，这个家要有金，重点是咱人的态度，咱人的态度。啊，咱人的态度敢要改变？哎嘛吼，因为改变着咱的态度，就是要互咱的家庭愈圆满嘛吼，敢是安尼？啊，家庭愈圆满，咱的事势愈想要转来嘛，咱的媳妇的媳妇想要转来嘛吼，想的应这个较紧的转来，较紧的人转来，时间到转来。哦，小350就搬来上要转来，会安尼咧？迄就表示咱的家有金，啊，迄个家的金当中对人的态度去所做做，所以改变咱的态度了啊！改变咱的态度，就是要互这个家有金啊！安尼哦，哦，安尼哦，咱人的态度，人是对人的金是对自心，所以改变咱有比外在的态度，要改变咱的心，还是改变？咱内在心地爱改变啊！咱内在心地爱改变，内在心地的思维慢慢啊改变。心地要改变，当然就是爱靠过伦理啊、义理，爱透过合理。啊，
这拢要透过来改变。当然要改变家己出本，要改变家己个出本。毋过当然，咱若愈投入、愈用心的时阵，其实认真讲，咱的至亲，迄个感，咱的至亲咧，甲咱感上改紧。安尼哦，咱的至亲咧，甲咱感上改紧。迄个感的物件，会感觉讲，虽然改变无真，毋过有要改变。你见到条路，就真正有要改变。慢慢行，真正有要改变咧。拢是对细项的代志去慢慢去感触，所以伫咧家庭内底，虽然真爱足济哦，足济真爱的所在是足歹感的所在。毋过，今仔日咱去做卡伫咱即个真爱足济的所在，去互感会着，安尼表示着迄个正面内在的即个物件，咱真正有用心。安尼哦。所以迄个感的物件，愈来心态愈咧改变，思维嘛改变，相对态度嘛改变。安尼，若安尼拢咧扎根咧，即个家咱拢咧顾紧咧，来咧心之根才在变，心之根在变，心的根里对灵，就是咧讲灵性，就是咧讲性。灵它在讲天性，心伊的根就是天性。所有咧用啥物心，拢有限天性所产生出来的菩提心能量最大。天性所产生出来菩提心能量最大。我行咧比一个例啊，一个妈妈一个月赚5000块，会当饲3个囝，两代是。一个爸爸一个月赚5万块，无法讲饲3个囝，两代是。咱要相信无？差别伫对。毋是咧看见天道哦，重点是对妈妈伊的母爱的天性，那种能量，毋是用金子来衡量，是这样哦。这个是妈妈内底伊有的在的特质哦。迄特质伊袂去哦，特质妈妈那种内在的特质，自然会去产生出来。毋过妈妈伊的内心愈单纯。伊的爆发力愈强，伊菩提心的爆发力愈强，安尼哦，伊的天性的菩提心爆发力是愈强哦。妈妈愈淳朴、愈单纯、愈朴素、愈无欲，那安尼话，伊的菩提心的爆发力就愈强，伊的意志就更加坚定。所以妈妈天性流露出来以后，她连命都不一样。命都无爱，这个叫天性。这个就是最大的能量。所以心的根源，对，心的根源就是灵，伊咧讲究咧讲究啥？讲究纯度顺和。因为心要叫伊要注意身神呢。叫卖出来哦。好啦，安全放个可能落风尔，好像严重。拢有关的，这物件拢是因哦。那呢，为因婴儿落来到这个世界。婴儿落来到这个世界，伊来到遮，伊有顺服无？伊有天真无？有哦，伊有顺服，伊有天真哦。所以就是伊有顺服，伊有天真，所以伊的家庭爱用有
根，你的资产爱有根哦，你的态度嘛爱有根哦，你的心嘛爱有根哦，你的内心的纯度嘛爱有够哦，你靠我同照顾这个囡仔哦，毋是照顾尔，咱咧顾囡仔，咱教后壁养内底佫有一支育的啊，毋是甲饲好大汉尔，咁要教育，系无？父母亲是婴儿的第一个老师呢，爱教育无？系哦，系啦吼。毋过今仔日，咱的内心有和谐，咱的态度有正确，咱的心态有正确，有根。这物件若拢无，咱要安怎做一个红颜人家好势？安尼咯，所以根伊就是咧讲质地，就是咧讲质。安尼，根伊就是咧讲质，哦，根就是咧讲质。啊，迄个质内底就是和谐、温暖、喜悦和安心。婴儿红婴仔当是一个白纸互咱。那安尼话，咱家庭、咱的态度，啊，佮咱的心态，啊，佮咱的内在有单纯无单纯，这种有重要无？因为咱若无这物件具备，咱无法度照顾后壁。咱嘛看迄红婴仔就是咱后壁的生机。红婴仔就是咱要传承的，要家己教好，咱内在爱改变好好的。安尼哦，所以咱有看出这种教的好，其实红婴有关系无？所有问题拢大人，因为大人家庭无紧，心无紧，态度无紧，内心无单纯。安尼哦，这个囡仔较变积极的呢，这个囡仔变积极的哦，所以伊咧讲的变成是。哦，大家讲质地哦，因迄个质就是安尼哦。所以孔夫子讲五十九五二七合。孔夫子讲五十九五二七合。我到15岁之前，15岁之前，拢伫一个家庭，啊，这个家庭紧，所以我15岁之前拢咧学啥？学做人。伫厝内咧学做人啊，爸爸妈妈咧教我教做人，教相处，所以伊的内在是单纯淳朴的，安尼哦。毋过伊会晓做人，袂晓做事的哦。会晓做人，袂晓做事，毋知影轻重，毋知影进退，会安尼袂？会啦吼。毋知影啥物叫危险，啥物叫无危险，所以咱咧红婴仔足天真，啊毋过足危险嘞。迄个古红婴仔敢咧古菜嘞，敢是安尼？所以咱讲15岁之前，迄个朴素的物件，做人迄个顺的物件，较基础。15岁以后开始要学识啊，要学啥？学知识。开始要学知识啊！开始要学知识的经验啊！安尼话爱以做人做基础无？系咩？用做人做基础，所以咱家庭的教育有好无？家庭教育若好，有根的话，今仔日送去学校教。来学知识的时阵，老师拢嘛讲一句话，讲这个囡仔真有啥？真有家教，对不对？对嘛吼，因为厝家了真好势，做人啦、规矩啦、礼貌啦，教了真好势，对不对？毋过，你落来后壁就是要学做事，所以做人的基础先打底，啊后壁较自然啊学做事，学做事，啊做事就是要趁钱，所以也会晓做人，也会晓趁钱，学做事啦。安尼嘛吼，毋过，
有钱，趁无钱，你的金会使改变的，你的基础的基本会使。安尼哦，所以大汉吼，拢甲小朋友讲一句话讲，因为我小朋友即摆咧练车，咧练车无我拢甲讲一句话讲，你啥物拢输啊？因为打赢，成嘛输啊，营养嘛输啊，口才嘛输啊，无一项样安尼，真美嘛输啊，要去练车吼，一定出困难。安尼你甲我讲爸爸，安尼要安怎？安尼我就免讲。我甲讲，你拄仔好有一项赢，赢即项就赢到过面尔，即项别人学袂着，伊讲啥物物件？我讲就是爸爸和妈妈过去因对你翁囝仔时阵，慢慢甲你教育出来，就是伊会做的人。做人成本单纯。拢有安全感，拢有一个可靠的感觉。这就是你做人这个物件是学无落来的，别人学无落来的。你若讲吼，你若讲一点仔甲改变，你认真啊去学伊专业，你的做人袂使改变咯嘛。做人的单纯顺风袂使改变咯。你即马搁去认真学专业，你即马刚出社会吼。你要无欠啥？你食三顿免烦恼，你要认真有专业，你要欠啥？你欠专业，你欠人脉，这两项，你要认真去学专业，用你的好好做人来去经营你的人脉，你即马拢莫想这样子。咱读册囡仔干嘛？读册囡仔你嘛是趁偌钱吗？袂嘛吼。刚出社会，伊拢咧学一条当中，你嘛趁钱，你嘛袂使叫伊趁钱，伊趁钱是不应该的呢。安尼哦，伊趁种个钱是不应该哦。安尼哦，伊咧爱的，伊上该欠啥？即摆就是上该欠人脉和专业。你爱好好啊，你专业内底去学，人脉内底去用你内在的做人来去。来安怎？来吸引你的人脉，安尼哦，安尼起来有成就哦。有啦，做三班35个吼，迄假期的日啦吼，剩几个？剩2个，其中一个就是。我讲，老师要甲你注意，你的特质能改变的。爸爸伫3天前甲你讲的吼。有影无？一个人，一个客户要开一条100万的钱，伊一定爱拣一个感觉伊会可靠的人啦吼。钱开着100万，毋是100万的，是正100万的。敢爱拣一个伊可靠的，伊有安全感的，有安全感，伊有可靠的，那安尼就是伊的特质。安尼嘛吼。所以，伫恁内底到即摆社会落来，大家拢是功利主义相对的，今仔日内在的朴素、内在的单纯，加上咱的专业和知识，这两个甲结合做伙变成是啥？让比别人更较优势的所在。所以，后边第28章讲，公仆善即义，即为己；圣人用智，即为原叫代志。安尼哦，迄个仆就是即块茶，即块茶当中，伊要来做即个刀啊，伊要来去种一个辅助，伊要来做医啊。毋过刀啊、辅助医啊，也是各种的啥物物件，拢无要紧。今仔日所有咱即个茶，究竟即几项物件拢是茶来起，即个原木起做出来。那安尼，即个原木内底有伊，即器具内底有迄个原木的质哦，有嘛吼？有迄个茶的质，拢有一个稀土器的质的啦，安尼意思。所以咱不管是任何咱生中任何的角色，咱
咱徛伫任何的角色，绝对袂使离开着福。离开着福当中，咱袂当翻身，所以叫做反福为真。咱若离开单纯，咱做出来、讲出来，所有一切当中拢毋是真的。啊，咱是真爱真的爱假的，大家拢免爱真的，要完整的，要来真的。毋过今仔日内心无福，变来真的，完整的。安尼呢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你来听咱慢慢去甲你听。所以该讲含圣人哦，圣人伊嘛虽然伊是一个圣人，毋过伊的内在的福的天道佫有顺。凡夫虽也无顺，毋过伊嘛佫有福的物件伫内底。安尼哦，所以圣人用自己为观众，圣人用福的物件顺导，福的物件用了愈济，安尼伊成就愈大。安尼哦，所以代志，所有的当中的大器具，拢袂使离开这个福。安尼意思。所以咱今仔日。任何的因缘，任何的因缘，不管处于任何的因缘，富贵贫贱，每一个家庭拢无同款。毋过重点哦，内心爱单纯，内心愈单纯，愈有法互面对着咱的一点的因缘，拢有法讲面对着咱的挫折，面对着咱所有面对的难关，大家拢有因果。毋过要怎面对因果？透过修道改变家己，改变家己的目的，就是要反璞。啊，反璞了后，就是讲我要认真哦，要认真来面对我因果。要面对因果，敢要认真？哎呢，你无认真面对因果的话，伫恁内底你要消关解业，你要经人钱吼，气模是做歹，心情做歹，总不准。叫一个人商，你行人钱当中会借出嘛唔共款呢？我是对呢，所以伫恁内底要提出真诶好诶物件。安尼哦，爱个就是记，迄个就是记哦。来，咱人有价值有三大基本哦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袂咱讲详细哦。咱人的价值就是三大基本，就是生存啊、生活啊、生。生存就是以心无生，心以理为因，以言为用，就是咧讲态度，就是咧讲文静，文啊文静。啊，生活就是以心互生，心以情为因，以义为用，是咧讲运动，就是咧讲文静。生命是以名为生，名以人为基，以天为用，咧讲顺道，就是咧讲。是。好，所以伫恁内底，你甲咱一个生存、生活含生命，这三项敢若有紧，有爱。安尼哦，咱要生存落来，是用辛苦去谋生的，用辛苦去赚钱的啦。咱无赚钱，敢有法度活落来？活袂落来啊！吼，爱赚钱啊，用物质来过我这个辛苦啦。所以红年啊时阵，伊有法度赚钱无？有法度顾伊家己无？无法度，爱去别人顾，爱嘛，爱去是大人顾啦。爱去为个国家的资源嘛，敢爱嘛？所以利润内底以心以利为根嘛。咱今仔日这个身躯要成长，是用物质补起来，用物质补起来。用物质补起来当中，别人甲咱栽培起来当中，人安尼为以后咱长大成人。咱到有哪爱用物质来照顾后壁的人，互后壁的人有生意，敢爱？
哎啦吼，过去甲咱照顾的爸爸妈妈，咱敢爱用物质来甲伊照顾，因为伊即摆袂趁啦，敢爱爱啦吼，对，啊，迄个叫做回馈，迄个叫做回馈，哦，啊，迄个叫做温情温，哦，人爱报恩，人爱报恩，啊，当然讲上界直接就是啥？就是讲我有能力人去趁钱，啊，趁钱要来啥？要来回报，回报所有对我有恩的这，这叫做回馈啦，吼。安尼为咱的利有金无？咱的利有金咯。咱的一点一点讲嘅，啊，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咧讲以心度心，个心是以静为金。以静为因啊！咱人有心无心，交伊的情有关系。伊的情愈真的人，伊愈有心；情的一个人的情愈杂的人吼，愈无情的人啊，愈复杂的人啊吼，伊的心愈无紧啊。所以心是以静为因，安尼哦。哎呀，心是以静为因，啊静真静，伊内心的静当中愈真，啊愈真就是讲你内心愈单纯，你的静就愈真，静愈真所做出来拢是义。你安怎做义？先爱看讲你的静内底有真，你的静内底若无真。咱的情绪内底若伤过情绪的物件，咱情所产生拢袂真。伤过一感受，伤过一气无志的物件，咱的情所产生就拢袂真咯。伤过一标准，我自己的看法，我自己的想法咧，咱的情所产生出来拢袂真啊。那情袂真，你有法度义会当出来吗？无法度。所以你要做有义。先为情开始，要情要会真，你的心的顺路爱有够，安尼哦。所以讲情愈真的话，你内心愈啥？愈有义，啊有义的话，迄个动力就会出来，哦，对吧？迄个动力出来就是运动，迄慢慢开始有运动啊啦，哦，迄个叫做运情，安尼哦，哦，啊，倒来呢？生命是以病为生，咱的生命上咧来顾的命，咱的自信咧来顾，用命来为生，啊，命是以静为根，以德为用。命是咧讲顺道，咱的命的顺道和狗仔的命的顺道有共款无？无共款。佛的命的顺道，甲咱人的命的顺道有共款无？顺道有共款，咱来读一较济啦。啊，佛的命的顺道做顺的，安尼啦。咱命的顺道，交狗仔命的顺道有共款啦。因为狗仔命的顺道较无遐顺，咱命的顺道较顺啦。啊，狗仔的命的顺道会交猪仔比狗仔，佫一个顺道较悬。是狗仔顺道比猪仔顺道较悬啦，安尼意思啦。所以顺道愈悬，顺道愈悬哦，伊所流露出来爱就愈济，安尼哦，伊所流露出来爱的物件就愈济哦，安尼所以以静为根，来以德为用，伊流露出来伊的德性，内在的德性。所以狗仔动物就无有内在的德性，出来，伊有爱，我无德，咱有智，咱都有德，安尼咱的顺道有关无？安尼是有关嘛，安尼意思所以灵内底，讲咱的情的物件，爱内底的顺道愈来愈悬，若安尼的话，咱的情会愈来愈柔啦，愈柔情，安尼柔情，来讲柔情是什么？柔情是水，水
哦，水先于百本而不精，对不对？所以道理经的水精，伊就咧讲道，系啊吼，所以咧讲是，就是咧讲哦，这太详细啦，安尼是讲，哦，这几项是个安尼讲，所以这就是这三块